老娘你回来啊？秀敏即摆是咧讲啥？什么张太太？啊，伊是共会做啥物代志？张太太来替王党的因后生讲亲情，啊，伊就无爱啊。这阵亲情袂歹啊，我嘛咧等你来提亲啊。秀敏哦，伊应该把握机会毋得着，免哪会用安尼共拒绝。啊，伊就讲对伊无感觉。啊，伊是捌声的啦，你叫伊落来啦，叫伊落来我甲讲啦。多少？时代无共啊，人即马嘛拢自由恋爱啊。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嘛，都要条件相同才会用的啊。教授当年嘛是一个渔村的小姑娘啊，你嘛无咧管什么条件啊？迄无共啊，恁卡上是嫁过来咱兜呢，我经济条件袂歹啊，所以伊若嫁起来有好日子通过啊。查某囡仔是要嫁出去的呢，翁迄边厝的若散车吼，伊嫁过去都对人食苦啦，你捌人捌？所以杜上你的意思是，做人你家新妇，这家世好歹，你拢袂去讲究就对啊。迄当然的啊。你拄则讲对我遮来是要创啥？你声声句句讲要自由恋爱，啊，哪会拢无爱叮当？你去交一个女朋友来互我看啊！教授，其实我早就有交女朋友啊，只是伊的家世无好，我毋知一直拢毋敢甲恁讲。无你找一个时间，带你女朋友回来互阮看卖。好，